幾蚊一樽嘅維生素 B12，竟然係抑鬱焦慮嘅人最容易缺乏嘅關鍵營養之一。有研究發現，焦慮抑鬱嘅人血清維生素 B12嘅水平低於健康人群。咁缺乏維生素 B12究竟會有乜嘢後果呢？邊啲人又更容易缺乏呢？我哋又點樣去科學補充呢？一條視頻講清楚，記得收藏。先嚟講缺乏維生素 B12可能產生嘅後果。第一，會影響血清素、多巴胺等重要神經遞質嘅合成，直接影響焦慮抑鬱嘅恢復。第二，身體感覺頭暈乏力，因為缺乏維生素12會引發貧血，貧血導致嘅頭暈、乏力、氣短等嘅症狀，又會加重焦慮抑鬱嘅情緒。第三，認知功能亦都會受到影響，會令到患者記憶力減退、注意力不集中等問題會更加突出。第四，損傷神經系統，導致手腳發麻、刺痛等嘅症狀，進一步影響情緒狀態。咁邊啲人容易缺乏維生素 B12呢？第一，長期素食嘅人，佢主要存在於動物性嘅食物入邊，長期食素好容易缺乏維生素 B12。第二，老年人，隨住年齡增長，胃腸道功能會逐漸衰退，對維生素 B12吸收能力下降，缺乏嘅風險更高。第三，胃腸功能唔好嘅人，焦慮抑鬱同胃腸之間存在住密切嘅關係，胃腸問題會影響維生素 B12嘅正常吸收。第四，長期飲酒嘅人，酒精會干擾維生素 B12嘅吸收。如果檢查發現缺乏咗，咁點樣補充呢？優先建議飲食補充，類似動物肉類、蛋類、牛奶等富含維生素 B12，焦慮抑鬱嘅人群可以適當增加呢啲食物嘅攝入。一般建議每3到6個月進行一次檢查。如果經過飲食調整之後，維生素 B12嘅水平仍然冇達到正常嘅範圍，咁就要遵醫囑用補充劑啦。但係切記唔好過量補充，成人每日推薦攝入量只需2.4微克。好多人焦慮抑鬱遲遲唔見好，問題根源可能藏喺呢啲被忽視嘅細節入邊。除咗積極配合治療，保證營養均衡亦至關重要。歡迎收藏或者轉發俾身邊有需要嘅人。